你嘅拼命追逐可能只係一個番梘泡。莫泊桑喺佢嘅短篇小說《頸鏈》入邊寫咗個令人唏噓嘅故仔。一個家境普通嘅女仔，因為個樣好靚而感到委屈，總係想喺社交圈入邊綻放光芒。為咗喺一次舞會入邊掩飾佢嘅清貧，贏得矚目，佢同一個女性朋友借咗串鑽石頸鏈。嗰晚佢大放光彩，心願得償，卻喺返屋企嘅時候將頸鏈整唔見咗。無奈之下，佢同佢老公4次借錢，買咗一串幾乎一模一樣嘅頸鏈，還返俾佢嘅朋友。為咗還清呢一筆巨債，兩公婆從此節衣縮食，辛苦咁樣做嘢，整整10年都喺拮據同埋辛苦嘅生活中度過。當年好靚嘅樣早已被風霜侵蝕，成為咗個蒼老憔悴嘅婦人。10年之後，債務終於還清咯。有日佢喺街道偶遇嗰位年輕貌美嘅女朋友，鼓起勇氣上前相認，並坦然講出呢10年為咗嗰條頸鏈所承受嘅一切。佢個朋友聽咗之後呆咗，隨後輕聲話俾佢聽，其實嗰串頸鏈係假噶，唔值咩錢噶。呢個古仔讀咗令人深思。為咗一時個虛榮，嗰個女人付出咗青春、貌美同10年嘅安寧。小說或許有啲戲劇嘅色彩，但現實上何嘗冇人為咗一部手機賣腎，為咗一套屋壓咗大半生，為咗所謂嘅檔次喺攀比中虛耗心力。呢一切嘅背後，往往只係虛榮2個字。佢令到人活得疲憊不堪，卻離真實嘅幸福越嚟越遠。喺基本嘅生存需求嚟睇，人喺城市入邊有飯食、有衫着、有床瞓，其實已經好知足啦。一件衫可能着幾10年都唔會壞，但係我哋焦慮嘅已經唔係溫飽啦，而係更高檔次嘅消費、更耀眼嘅飾物，比如鑽石。自從瑪麗蓮夢露唱出《鑽石係女孩最好嘅朋友》呢一首歌，全世界仿佛吹起咗一股鑽石風潮，好多女仔以佩戴鑽石為榮。鑽石或許有佢珍貴嘅一面，但係我哋迷戀佢，好多都係摻雜住虛榮同埋炫耀嘅心㗎。其實能滿足虛榮嘅嘢仲有好多，譬如豪車、豪宅、傳世珍寶，但係呢啲嘢就好似河流穿過城市一樣，從來唔屬於任何一個人，佢哋只係短暫咁樣經過我哋嘅手，最終就會流向其他處。更何況人終有一死，你再執着嘅嘢，哪怕好似慈禧太后一樣擁有無數嘅珍寶，一旦生命結束，又有邊一樣可以帶走呢？慈禧雖然唔係女王，但卻執政咗數10年。佢嘅生活極度奢侈，佢死後嘅陪葬品價值連城，淨係口中嗰粒夜明珠，據說能夠保持佢嘅屍體唔會腐爛。而呢粒夜明珠喺1908年就價值1000幾萬兩白銀，相當於今日嘅8億幾蚊。20幾年後，軍閥先殿英到咗佢個墓，撬開咗慈禧個口，攞走咗嗰粒夜明珠，後來獻俾咗宋美齡。宋美齡為咗炫耀，將呢嗰粒夜明珠鑲喺個鞋面上。曾經喺舞會熄燈嘅時候，夜明珠個光芒照亮咗全場。後來嗰粒夜明珠下落不明，但係有樣嘢可以好清楚嘅就係，再顯赫嘅富貴榮華，佢個本質都係無常噶。而今人人都將幸福美滿掛喺嘴邊，但現實中無論處喺邊一個階層，人都係未必真正幸福噶。冇房嘅時候拼命想買屋，以為有咗屋之後就會快樂，住入去冇幾日新鮮感一個，似乎同舊住個屋冇乜區別啫。冇車嘅時候好渴望有部車，有咗車嘅時候就會發覺又要搵車位啦，又要加油，又要保養，煩惱層出不窮。講到底，真正嘅快樂唔係在於擁有幾多，而係睇清事物嘅本質，搵到生命入邊真正值得珍惜嘅意義。外邊嘅光環再耀眼，都比不上內心嘅踏實。人生呢一場旅途，
最終都係向內走，而唔係向外求。